由市府經發局委託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辦理 ESG 概念店的認證，今年已經邁入第3檔。上新的一屆總共有19個品牌，22間台灣門市通過認證。下午由着經發局長張庭元一一來頒獎表揚。22間的門市涵蓋批發零售、餐飲、旅舍、生活服務到地方創新攏有。我很高興，就是說我們在做幸福城市的這一塊哈，有關於 ESG 的部分，我們有這麼多企業來參加。那台南市呢，也是算是各個6大都市裡面第一家嘛哈，唯一的一家了哈。所以我們覺得有這樣的社會責任，我們也期待有未來呢持續辦理下去哈，能夠把這個 ESG 的精神能夠打到國際哈，至少台南不會只是一個 local 的一個地方政府，他希望有一個國際的品牌。那至少在 ESG 部分哈，這是國際的趨勢，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。我們也透過這樣的驗證和認證，希望呢企業跟我們地方政府一起攜手合作。受委託的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的副院長張宏德嘛親自南下，伊表示這項的計劃涵蓋門市的碳盤查、制定減碳的計劃。導入 ESG 的管理思維，希望協助企業強化永續經營的能力。這次商研院我們協助台南市政府青花區舉辦台南市 ESG 概念店，這已經是第3屆。那這次呢，一共有19個品牌、22家店面來參加。那每一家的店面，我們都會協助他們進行碳盤查，還有進行所謂的那個減碳藍圖的規劃。那另外就是去協助他們很聚焦在他們的營業裡面呢，去看看符合 SDGs 17項哪幾項。那最少有5項，有的店家最多的店家做到11項。那當然，商研院在輔導的部分，除了就是說展現台南市在 ESG 永續議題的這個展現之外呢，我們後續還有一些相關的輔導。所以其實去年第2屆的一些店家，他們有參加經濟部商業署的一個南部創新計劃，那我們協助他們去做，所以包括他們都有非常好的一個創新的一些商業模式跟獲利。經發局長張庭元嘛表示，這項的計劃到目前累積43個品牌、53間的店家核選，唔定讓永續的行動加入去店家，更加讓台南成為全台推動永續商業上早嘛上有成果的示範城市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